利嘅界外球抌入嚟。哇！呢個咧係沙拉斯咧扣兩扣唔得。嗱，當時嘅回傳咧可以用手嘅，但係咧佢就撳咗個波咧，冷不提防俾人偷甩咗啊！咁啊，最後咧叫過嚟仲唔入呢個波？哇！呢個巴治奧咧揦埋條大位，慢慢嘅係掛入啊呢個波。咁巴治奧咧就替意大利咧係射成1-0領先嘅局面。亦都咧就係顯示啊，呢個自由球可以開得㗎啦。不過唔係羅伯圖加洛士處理喎。角球點搞法先啊？轉場嘅第一個角球啊！我走埋，哎呀，直接入咗啊！搞掂！10號仔啊，沙基利啊，呢個球隊嘅首席射手啊！今年已有好多嘅國際賽入球啊，今次再次係用一個咧就係角球直入添啊！哇，真係嗱，呢個波咧就即係。沙基利就當然高興啦，但係問題逢親角球直彎就一定要睇龍門究竟個位喺邊度。嗱，龍門咧似乎斯文呢個波就一定要負責任㗎啦，因為直彎呢啲波咧就行前咗一步，跟住想褪嘅時間呢個波已經喺尾柱咧係凹入。佢先係我哋呢個波，直線位就可以假嘅。哇！哎呀，入咗啊！唉，佢都冇眼睇嘅，直頭。再送翻，唉！麥卡倫慘啊，真係。羅賓遜都應該冇咩運行。
上去嘅時候咧要快啲啊，同埋要肯定啲嘅。咁啊，因為後面有巴利喺度咧，佢哋基本上可以放心。哎呀，呢個波咧，見到咧就係嚟到加蘭即加一個遠射，見到咧卡神咧又犯咗一次咧門將嘅一個咧最大嘅錯漏嘅責任啦，甩手1-0啊，英格蘭落後。喂，冇揾啲乜嘢喂，知唔知？所以話啦，好啦，起尾先，多謝。都話你腳風順啲啊，咁意思啊？喂，但係咧，呢個波卡信係有問題㗎，冇理由咁去做㗎，真係。雖然同防守球員係有誤會，但係呢啲波咧冇理由咁斯文，同埋咧即係橫身內咧就擒住個波㗎。速度啊，或者係一控一傳一射咧，都幾對版嘅。好啦，美國隊嘅反撲，4個打5個，自己轉身去埋，辛苦啲啩，丹比斯仲唔俾人，自己射翻下。加冕竟然輸個咁嘅波，真係萬萬估唔到，發夢都估唔到，美國隊追成1-1，完完全全係加冕嘅一個犯錯。我頭先亦啱讚完話成隊波作戰狀態俾人印象好，細估唔到隔年會出一個，我諗佢自己攝高枕頭諗3晚都諗唔到究竟點解會出現嘅錯誤。係啊，丹比斯就解釋咗啦，佢話呢個係上帝之意。